有民众伫11暗时伫屏东垦丁后壁湖附近的畅水发现有一只绿海龟，互钓鱼线缠着阿妈棍甲前骹。目前这只海龟已经互救起来，伫海参馆伫治疗也毋过有可能爱甲前骹锯掉。海龟的颔棍仔明显缠着线甲烟蒂，互看了真唔甘。事发伫屏东后壁湖出水口附近海域，民众汤小姐在暗时去畅水，就看到这只绿海龟互钓鱼线缠条的。快9点的时间去看到它的左前肢完全不动，我有稍微靠近，因为看到它都不动，然后有个东西挂在它身上。绿海龟伫水底的时阵，倒边头前机拢无法度收水，看起来状况无啥好。汤小姐赶紧上花找人救援，先台海洋海底研究中心接到通报了后，联络当地技工甲主管机关投入救援。游动姿势判断，就是他左前肢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动的能力了嘛。跟教练那边都找到人，跟海保署那边讲好，那我们就下去。然后上岸之后，就是现地就先把那个鱼线先剪掉，然后就送到后壁湖安检所。救援技工伫王浩文的指导下，先将钓鱼线加长，体长大约50公分的少年绿海龟，颔棍仔留着深深的吹痕，但佫较严重的是伊的倒边头前肌。后续救治的海参馆破断，鱼线至少长有1个月，已经造成骨头断去。那个鱼线缠绕在这左前肢的时间太久了，那造成那边已经其实有一个伤口，就是 X 光的判定是那边因为先前鱼钩鱼线的感染造成骨溶解，等于是骨头已经分离断掉了。收治伫海参馆的绿海龟投入抗生素治疗了后，目前体态甲精神袂歹。后续兽医师嘛会评估是毋是爱对伊的倒边头前肌做截肢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管屏东报道。